台南一个乡亲食面，无小心过年的南后失去着意识，家属卡119喊救人，消防员伫线顶教家属急救的方式，随后救护车赶到位，10分钟后顺利把这个乡亲救回来。他外面吃到一半，突然间就倒下去。 家属真着急卡119，讲患者食面食到一半昏迷啊！手机转扩音听我指示，2只手这样做事情。救护员一面派车，当时该安怎摆倒物件出来，而且替伊做 CPR。数出来吗？哎，数出来，对，数出来，让我知道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就伫线上指导当时消防人员到位做伙合作，10分钟了后气度，调伫男子呼吸道的面恢复清醒啊，经送往病院治疗。 台南这位54岁男子伫厝食面，食伤紧啊，这面去惊掉咧，险无开。没有生命征象的话，我们会建议请他把他移到地板，然后我们指导人会一步一步指导他做一些 CPR。消防人员强调，食面的时阵爱记慢慢步，唔通讲话。另外，囡仔介意用水的，容易砸到。 当家切落较细底，这拢是避免去计着注意的事项。万一真正拄着状况，卡119，冷静听消防人员的指导，就会当有较悬的几率成功抢救患者。